所有贵宾，还有咱遮好朋友，大家午安，非常的荣幸有机会来遮领这个奖吼。其实我是干那做台语节目，毋知影讲做到尾啊，甲咱农村武总青年共款，毋知讲唱歌会当得奖。我嘛是毋知影讲做广播会当得奖安尼吼。啊，不过阮旧年有入围咱文化部影视局主办的迄个广播金钟奖的艺术文化奖的迄个入围。 但是无得奖，所以我想讲主办单位是毋是要甲我安慰一下？所以今仔日特别有即个奖来甲阮鼓励安尼吼，啊，我非常的感谢，因为阮只是敢若做一个台语的广播，阮做台语的广播就是拄正咱何信汉教授伫咧讲的，要甲非常水的台语的文学透过广播，然后会当互一寡伊可能看无台语的、看无台文的，也是讲伊无咧看册，尤其阮的听友是中年以上的长辈乡亲较济，我希望咱足水的台湾的文化艺术会当透过广播互因听到，这就是阮伫咧10当前开阮即个节目的一个出发点安尼吼。啊，所以希望讲大家若会使会当去网络甲阮点出来看。阮的频道吼，阮的频道就是詹文溪电台，詹文溪就是台南的詹文水库的詹文溪。阮电台就是用迄个詹文溪的名，因为台南主要的河川就是。詹文溪，詹文溪电台当找着阮的频道，阮有迄个 YouTube 嘛，有迄个 Podcast， 啊，而且阮礼拜有迄个报现场的吼，啊，今仔日做拄啊好，今仔日报第25集，咱陈瑞生的报旧婚，咱两位最佳男主角就伫咧现场，就是地龙光、中路甲伊的夫人，今仔日即出是因两个主演的。 早起10点报过啊，但是无要紧，若错过的朋友吼，暗时啊9点搁电报，请你去詹文溪电台的网站线顶收听点出来，9点当准时听。万一9点你无法度听，你会当伫咧1个月后听 YouTube 听迄个 Podcast 安尼吼。对，啊，这是我针对阮的节目来做一个宣传。啊，我真希望讲，因为阮真感谢文化部的影视局，拢有甲阮补助吼。啊，人文是阮捌争取过，但是无当选。以后看有机会，再来争取看卖嘛。阮就是咧做台语的广播，啊，影视局已经连续甲阮补助5档啊。阮今年要做一个较无共的吼，我是讲，阮过去做台语文学，今年要来做同款是台语的，但是要做华语文学翻做台语。已经得到吴念真先生的同意，吴念真伊的作品，今年要甲翻做台语的广播剧来演。希望大家今年但是。 无一定啦吼，因为这爱文化部爱有迄个补助，若有通过，就是5月、6月，阮就会开始做业啊咧吼。希望有机会会当来报即个吴念真的广播剧，啊嘛希望大家斗介绍、斗开心。感谢咱的主办单位，非常感谢，谢谢。哦，感谢咱。